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2，罗马书8章1节到2节安尼讲，所以遐会踮伫基督耶稣的，但拢无定罪。因为活命的神的法，伫基督耶稣已经透放我脱离罪甲死的法。三角来祈祷，伫基督耶稣透放阮对罪甲死的法脱离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至高的上帝，我们专心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也是满有慈爱的救赎主。主啊，你的权能超越天地万物，你的旨意永远建立，你的疼痛永无变化。主啊，阮要尊重你，也要保养你至圣无比的大尊名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互阮无搁活伫罪。主啊，阮过去捌互罪恶来捆绑，互见笑来压伤。总是你是你个救赎的大能，互阮脱离死亡的锁链。所以，阮踮伫基督耶稣的，但就拢无定罪，因为基督已经透放阮脱离罪甲死的法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